接下来咱来看，伫咧1887年成立的台铁局，公司化改革讨论已经20多年，总算伫咧今仔日正式改制，成做台铁公司。台北车头原底挂的台铁局这个扛棒嘛，成做历史。113年1月1号，台铁公司挂牌成立，我们一定，台铁公司一定会不负所托脱胎换骨。以明天公司成立为立基点，努力向前。我们会打造出台铁的黄金10年，而且迈入台铁下一个100年。营运已经136年的台铁局，今仔日正式改制成做公司，早起会举行揭牌仪式，总统蔡英文嘛去参加。那进前德鲁固自强号事故罹难者的家属，因组的团体嘛会做伙来见证。不过现此时随队拄到的问题，就是台铁产业工会发起人数，新者依法休困的这个挑战。